你没演过吗？他演过的，很早之前演过的，很久，就是你真嗓多了。开宝箱领奖励。然后呢，在真嗓多的时候，你会就是可以明明的混嗓子，你会选这种真嗓，要不有点扯，你就放松一点，用一半的力气演就好。但是我就是很容易把全部的力气用上去。你的最后快死之前的那个理次不节念白的时候再用力气，这样子你才有对比。你国这种都不是很生气，是你怎么不听我的话？你刚刚演的都已经快把他杀了的那种力度，就是感觉像仇人那种，不是，就是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就是那种的话，你就是换一个情绪的调调，就不会，只是这样把自己的喉头就锁住了嘛。对。就是你一用劲的喉咙紧着，然后这样对。我觉得我今天。你就放松就好，真的。我这个脸了，这就是抬着下，这种以这种姿态迎接这个桌面。后面是好一点，第二段好一点，是不是？就是你只坐下来，你就不要被自己情绪，对，你不要自己把自己顶上去。就是你坐那里的时候，就是稳稳的就还好。对，那就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关张的风筝那段还好。你从口开始第一个唱的时候就不要去构那一个。就是像说话一样，那就是这里开始会好一点。其实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是那个出场和那个趴在地上的那里特别一站起来，然后一做调度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气息就忘了，你就去想那个表演。那就是说坐在那里的时候，其实还行。对，站在那里唱的两句和坐着趴着，你就只是在那唱的就好，但是今天唱也可以放松，就是可以那个。因为你耳机也是好的呀，很扎实的呀，就是你不用它。换的时候就很多恶心，就是你给自己规定好这个地方，稍微去整理一下就好。表演什么的时候，你也不是没有，可以。然后刚刚又塞了很多，所以我又懵了。就是我们跟你讲的那种表演上的东西，先全部都讲没关系的，音准是最重要的。音准，因为你观众们他不一定能看到你每个细节，而且每个演员他演的都不一样。你如果没走过来的话，你没走过来都没关系的。但是你音不准谁都听不见。对。所以你先分出精力来去管一下自己，控制一下。克制。微偏高。刚刚说偏低。就那个到破冰的时候。因为你用的是本嗓，你的位置没有上去，所以偏低。就是那个，那第一句呢？第一句什么？导板吗？导板还好。导板我觉得我撑住了的。导板没问题。然后是破冰那里很奇怪，我自己也就是不用嗓子唱，不用没气的，就放松一点。不要是不行就放松，就是放松。因为你不放松就这样整个就没上去。哪儿不比这个高？对吧？为什么那么怕？然后，就阿金刚刚那说我更懵了，我觉得我唱很难听，很烂了，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就懵了。我走了，我去练。到了台上就光自己唱。我再去听一听，再练一下。
了点。挺高的。头仰太高了就太高了。放屁。我刚刚没有。这肯定比较好听，是吧？两只那么一样。因为我这只双眼皮，那只内双。直接打吗？对，在这个地挖过来就好了，就那个这个往过对，就这个。画到哪一步为止啊？你把那个基本弄完。我就上两层上两层都下镶好。你还没给我画过里后面。这个底这头套纱的几个人都得弄干净，全按住头发。你们三个下次轮一下，就是比如说这场李云霄、陈林军，下场的李云霄跟肖龙啊。好。把三个都是按走台吃，看情况了，有的时候走台有的地方连到不用走台，那你早点开始，好吧？好。对，轮一下，等于三个当下画也挺吃力的。你比如这场君君姐给云霄嘛，下场你跟云霄姐。你最后那几句话在梦里面。哪一句？公堂。哦，好的。啊，我上次脑子卡住了，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背那几句话。你可以现在就随便，就是我们从公堂那里对一下词。哪边开始？咱俩一到底去死不去？到家境我有去公司去。打仗英语文气息都明明白白去。啊，你刚说什么来着？是这个。其为求赞誉。在感情上面可以摸清对方，富裕，公平，义气，给本府给上层女子。这门亲是苏州府，这门最之后的外面是他与另一不同。陈三爷，你是此举年轻人，岂非是广西？今天是换了个风格。小女子三个风尘，恰比上个词。哪里？你告诉公堂这他怎么？这比我闪开。小女子竟是上帝的堂妹，你我们公堂的和父母的母亲之间，就可以身上49什么去？你给你，要他的好吃不成多。你一个下贱的烟花女子，请怪对本官是此法。
哦，难道你真的特生属相问题？是但是呀，陈三娘，你既成家缘分，不知你是与属性什么？已经是自己的家，洗手房，梅花送人体，梅花身体，梅花身体，那是我姐姐一些，难道她也能写？陈三娘，你可以曾能写梅花身体，可非当写吧？这此事必定。好，来，去问王司宝与他。请老爷在此这个好，谁有一作用？小子是六亲，上岁无心，梅花所同体。最些是我。好，这就他一知。小要去做我子女这好。不为的，想这天地之大，全不远。但要是这些事情，恐怕也绝非心机一场。人家穿越的是这样最不见，不妨问他一计在身。这三娘，本夫问你最顾忌，你可通晓么？刚才没有说下梅花身体，此经你这一股劲，我不怕。这三娘，你真不明白。小妹子，这么讲究自私。可是你真家子吧？小妹子本体心肠，那你说的是哪一家的一经之本？一生之品，可有几句？女三句，言在何处？见不许与我表情，我身所写写的什么？退了。做好儿女。前半场也在对峙，从那个上是陈善良青天大老爷在场，小妹子真善良，退进。陈三娘，是谁将你埋于污水卡上？当家宝儿，车水中两本之好事，你何故拒之？大老爷有陈三娘，想那府上家财万贯，你与相不尽的永富贵。有马三爷富贵生日，小妹子的心绝不为此受痛。张志成好意送中了，你可不要错过这大好机会。小妹子自成长年不结局，已是风烛残年。求一丈才是，将天马到此。小妹子宁死也不愿出走与他。哎呀，你一个烟花女子，做个府上的小妾，也不算规矩。今朝本府之旨，将你干预张志成为妾。老爷，你怎么迟迟却不闻小女子？当然，
副好心捐你诚恳，怎舍却断于你。他老鹰，我应自公道，现在你才高。我是你不领导。你烟花于此，尽管将事情搬回来我来，是我的。哎，你好，你好，好的好的，谢谢。99。不是看前面的问题，是我眼头呀，有话就说这样。你拿掉它。不用吧。放不进去拿掉。
哎呦，你真是只差点就马上就要你演上去了。今天话题这个目的。幸好出到了我眼袋。你们家叫白象。嗯。有人查户口了是吧？没有啊。用哪个油彩？嗯。用哪个油彩？你就用这个好了。好吧，一个人在那边一煎，真的不太。有点慌了，开始。都吓死了，我都，怕有鬼。你不跟蔡明接了吗？他没来化妆。蔡明找我，在逼我吧？可能我没看到他还。不是，他到我旁边去了。然后你们到这里来了，然后弄得我一个人接，我好怕呀。再说，这上面加2笔。这花篮是去我们院里的是吧？我们现在是院里。对，加2笔。我嘴巴直接化掉了啊！那个真的很好吃，然后他们兄弟这个也去买那个东西的。啊？那个就是那个慎重年糕。你说进大剧院，我再阴你一次啊！我今天上午来妆台，然后看到舞台上那个妆那个景，我突然觉得这个陈唱那个舞美景真的蛮好看的。我以为你要批评。主要是提亮这个维 C 啊，是哪个？你就这个吧。你什么时候还？你就挖的最少的那次。去脏没有，这好像不是。哎，不一样。
凉了，上凉了。想笑一下。元宵马上好了，你要那个了。怎么听这个什么发动机启动声？换头套就把你后面大换的替换。嗯，换头套。对。就是回来换吗？对，回来换别的那个换，或者在服装间里面换好。服装间那边吧，不然有点远，来不及。
讲二实话好。行不行？嗯。我7点钟还7点半？啊。7点半吧。好。7点半。洋洋，先吃饭吧，饭已经到了，冷了就不好吃了。你给我就好了呢。拿不进来呀。哦。只能在门口的。那先吃吧呀。你吃吧。你的饭呢？那我也去吃。你先吃吧。哎，你饭有没有点？我点了。哦。呀，我觉得这打不实啊，这个粉怎么回事？心先静下来，一静下来你就打实，不要浮。怎么不行？你二实话是好看哦。哎，你们3个都是洋洋实话，我自己画，那我最难看。你有饭吗？没饭。你对我这里吧，我去吃2口行，好吧？你有没有饭？妈的那份给你。我有饭。饭到了吗？还没。到了。哎，听说那个他说很好吃，妈妈那份给你吃，妈妈就不吃，减肥。我有饭，我可以蹭一口。你去吃嘛，你这个把我这份先去吃起来。我有。要不我去个5分钟好吧？你去，哎呦，我给他画。他的手机来电话了。哎，在门口呀，在食堂。我都买好了。是的，他们吃饭去了。黄老师。大家好，我叫陈丽君。我的饭，杨老师
是让我再坐一会儿，等他吃完饭回来换人。没关系，我化好妆有时间吃的，我吃完再去带头。是的，是的。没关系的。他们去吃饭了。啊，在绍兴，很行的那种，很行的那种是哪种？这衣服很薄的，很薄。好的，好的，我有空会看的。鬓发没有，我今天先戴头套的，戴头套的时候，我的头套上就有小头发，是不用画鬓发的。什么话？有多了2张陈三两的票，有没有人要看？都突如其来的。对，昨天说没票了，然后买了2张。今天晚上陈三两啊。对，雨潇等会儿画。对呀，对呀，都是我。谢谢。今天晚上是陈三两。啊，是后面是骁龙。因为这2天很累，生点嗓子。好啊，好啊。有时间吃饭了。回来了。你吃饭吗？拜拜，我去吃饭了。Hello，因为我的剪刀经常会被别人拿走，如果普通白色或者这种白的、黑的很容易被别人拿走，绿色看谁敢拿，对吧？这么好辨别。我把你牵引带做好些啊。Hello。哎，你好，还没有啊？穿那么好看。我陈三两啊，我应该说的穿的很还在直播吗？应该说穿的很李云霄。啊？我说我在旁边看直播。是啊。我进去了，过来给你打个招呼。让我嘴巴上油擦一下。Hello，大家好。
哎，美女，我跟你白水翠是你是吧？啊，是我吧？我不知道。是我吧？今天晚上你们没人送花，我把你们花都给你们送回去了。小龙啊，好，谢谢。这你是你们的是吧？这是云霄姐。杨老师，问一下我的胖啊还有多久？哦，对，他那天问我怎么改，我给讲完了，我就讲过了，那我这两天催他啊。好，就是因为过几天不是要演哭坟嘛，然后那件水要是好了的话。哦，我问他啊。好，谢谢杨老师。你的水已经做好了，在我这边了，在我这一圈。就长一点的嘛，对吧？嗯。你去吗？不去。不去啊？我就是你们，就是你们演折子戏那天，那天我要跟毛老师去录好声音去了。稍微斜一点，现在对，让我找位置。现在这样吗？现在贴了吗？啊，打上去现在还贴的了？贴了，这些开心。刚好没赶上。剧场。昨天在演出吗？龙门录像嘛，然后前两天也都在拍摄。哦，对，昨天你们在演龙门呢。录像。这张照片我真的惊呆一下，我的目的，我这位置，你从这个角度看，你给我看真的神经，你说是不是？有点慌嘛。但是你，你说，你怕你送不过来，我说这个地方我不敢去送。哎呦，我不跟你笑了。绿植那个东西像不像？在这门口。要等会儿过来的。我怕你送不过来，我看到这个照片。抖两个。真的吗？我不知道，我跟我就是上一个有印象的那个身形来看，我觉得你瘦了。是吗？太好了。
你要瘦了。是啊。嗯。感觉下巴。这颗没了。肉肉没了哈。这颗没，这里有个弧线这样推出来的。嗯。你这么瘦，你随便瘦的了。就是吃的少呀，吃的少，然后消耗的大呀。就是早上起来就已经一点，就马上就去干嘛演出化妆，就吃一点点。有时候化妆前点了外卖来不及吃就算了呗，一天1顿2顿。我是真的吃的不多。你还好吧最近？因为我嗓子哦，我知道为什么最近高。我前段时间拉了好长一段时间肚子，从山西直去从那个14号那天有一天旧场，那个演龙门开始，就夏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前天昨天拉了2天肚子，就一直上了12顿一直都不太舒服，这可能是主要原因，然后再加上又吃的少。还可以，黄老师把本子给他。什么时候在那个？3号。在哪里演？杭州大学。这边这边，我们这边没有。没有安排是吧？没有。3号我手机，我手机。几号？3号。我没来。东东说他明天过来帮他滴那个头套什么的。不是，我跟他说的，他说明秀说他不用，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他，然后跟他说这2缕头发啊，我跟他说了。我记得最早弄我也没觉得奇怪，后来反正就弄了。因为形散掉了，然后就你不能太挂，身上撑开，就是因为第一组拍的时候就很挂，后来你们这次拍我就把它撩上去了。我说这个地方光是可以，但这个头发抓松的，这么一定这样，你现在完全这样包过来。不是他们现在是贴着头皮。对，这样就很像正大的那种包起来。我说你前面就是卷发嘛，卷一下，我说啊，我说卷发嘛卷一下，就是
稍微的拎，这样一愣愣这样。就是鼓起来了。对，一愣愣就好了，这样就会差很多的。我说，没有，我说我知道以前是这样闪是很难受的，但是那样处理也是。我吃了。我前两天终于把那个眼影，就是你那个碎掉那个眼影，拿了个空的眼影把它都抠出来，再重新放进去。Hello， 谢谢你。那你这边呢？这个是你的，上面有留你 ID 对，然后其他都是你的。放哪里？好的。好像比花呀！哎呀，放心。马上也不在放心。想要鲜红色的眼影，上面都留卡片，应该很好认。鲜红色。好，拜拜，谢谢。哎，阿茶，你看到有个13号说我们要录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啥呀？不晓得。可能你们作为第1季的吧。那去干什么呢？助兴，唱起来，舞起来。这场好像在哪里录啊？你这场好像在哪里录？不知道呀。我7号就去了。你7号就去了？你去干嘛？当然是没有。哦。你看不上你去干嘛？你去干嘛？让你去了。那你去过了？就是。我安排你了吗？你跟他讲一下。哎呀，我今天脏死了。心沉下来画。他们说这个不是营销。这是肖云。
是这个粉吗？在这儿。哎呦天哪，又完蛋了这是。这是谁呀？你的。哎，这是跟我说一定要对讲你的花。你在叫我是吗？你们看看后面那个花。啊，你看后面那个花。咋了？开花店还是化妆间？对呀。那这什么花？还有，我告诉你们，等一下。妈，你在直播呢？天哪！他是不是我都露馅了？你是花店老板吗？他们老板娘可是我，我是当的可是你的女音箱姐姐。你明明是你挪位置了。瘦的两边也不对称，好。
们快开场的时候，你没个笔在哪？咱们开场。完了，就是那种很戏剧人，就那种很戏剧人。就是现在前面就很做自己，就路没拉开，就这音乐来了，起范儿。前面就这样哈，就很戏剧。真的是。这什么颜色？这么好，你给我扣走一个，好不好？我少一个这种大大的咖色。这是咖还是粉？我知道这是粉，我说我少一个这个咖，哎，这盒是不是？从这里面扣的啊？这个不是。你扣过去画眼睛了吗？我把这个给你。这哎，这个榴莲味。哇！这我用的是新的。这是开花店了吗？是。这是开花店了吗？真是的。真的是开花店。我播放哪里了？上新大街。我就这个，拿个新的出来。那我可以要这个吗？这个哦，这个可以，够了。你打开看看。够了，哇，这么多，哇，太多了，还是这个。这个倒真的是从伦国带过来的。哦，正品是吧？这是我从伦敦买的。哎，好。这个是盗版。哇哦！你再让我看看你。左下角。我给它移一移一下。嗯。花移一移。他们要看老公司。你看刚才是不是你？刚才位置是对的。对。那灯光特白做。
吃屎。东山再起，怎你要不要润喉糖？我没呛了。哦，倒是可以含一颗那个龙角散。老吃贴的先。哦。好大的双眼皮贴哈，我现在龙门的贴很小很小。龙门进去了就是。是。龙门不贴都没问题，就。那不行，贴不那眼睛厚还会有点不够圆，有点太挂了。那去拿一颗。哦，是这个也好的，这个更好。当然了。我今天不唱。杨老师要唱的，杨老师骂讨厌唱了。好香啊！我演完今天和明天，我就可以休息一下。我从14号开始，每天都在好好。我也没说这样子，跟我们说熬完这2天，就后面可以休息几天，到后面还有事情来。我一直告诉自己6月份记得告诉自己7月份休息一下，一转眼7月份过去，8月份一定要休息一下。因为8月份我之后又有事情了。好痛前面。干嘛？下眼线画不出。画不出啊。没笔记本。怎么了？看时间。闭一下，有点热的。
陈俊，嗯，你有件胖袄，新的胖袄在他那边。放哪里了？放他那边，他在他那边。哦，好。这个下眼线是水溶的吗？对，不会花的，你看你花不掉。你等它长样子。你确定啊？对呀、这是什么时候的新路？最近。你这很恐怖哎，这样子。那你调整调整。那我这个眼泪真的很恐怖。不对，花不掉。现在的压。你眼泪也会没有掉。真的腼腆，微微一笑，咔。喂。哎吧，哎。你强记老师请我化妆，有咱们几个要不要挨着这个？你想蒙跟你把那个裙子弄得了，蛮好瞧，你看，臭味啊！你想蒙那个贴唔该，到时这个，贴到时这个，不是贴到时这个，买一枪老化妆哈，根据有方便的这些问题嘛，对吧？哒。哒，那你挂起哈，里面的
这个手啊。那个还是跟以前的那个不一样。不年轻。唐的头发剪得特别好。谁的头发？我的头发。剪得特别好。剪完之后感觉很乖。清爽，清爽干净。对，我妈妈，家里人他们给我寄的笋，挺好吃的，我都吃完了。头好痛，觉得感冒了，然后但是没有症状，就是头痛。感冒了怎么疼痛？你睫毛没事？那我的还要吃吗？我本身那个早起要起床，睡多少？你几点睡的？2点睡的，5点起的吗？不应该。3点睡。 5点睡，5点起。你不要命了吗？你现在还在吃什么药？这2天吃。这2天没吃，因为那天没睡着，第2天是睡的。你那天就睡了1个半钟头，你第2天咋不睡？那天我自己开车去，开车高速的开。为什么自己开去那段时间？没有，我自己开车，我要开车到去。出了。再坐2个小时回来，再开1个小时再回来。你觉得太麻烦了？让自己开很累。好像很早到西湖号好像。我去这一天。哎呦我去，怎么会一个字？对。没有力气。今年没有做什么3伏贴那种。你做了3伏贴还是3伏贴？他们带我去。揪了第2轮，我感觉这晚上睡得好多的。我也觉得第2轮了，我怎么没感觉睡好？那你是火龙灸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贴这里的还是背上放一排？背上也有手术，背上也有，喉咙也有，脚上也有。背上是那个吗？就是艾灸一模一样的那个，1颗，不是那个，就是生姜一样的。没有生姜，就白白的。那你明年你去做火龙灸吗？真的可以去的。这么霸气的一个名字，我觉得我这想去生感，去个手没关系，可以的。我那天3点睡的，然后早上8点起来。一天没有用的，一天睡好没有用的，这东西。我已经睡好好几天了，6个钟头虽然是。这种话不好乱说。就这个，敷在背上。有点吓人。呀。对。那个的，它会加毛巾的。你等一下吧，你把头套早点戴好吧，好吧？你到出院前把头戴好，因为你们时间错开一下。然后第2天睡。好吧，因为我现在在化妆的，你到你这里也等着。对。换个口罩或者什么。就这么3次，3次开的远一点，我能保证好多次的睡眠。对，就是这个老师在直播。今天他们离世界的也来了。就是会发很多汗。你这汗流的还不够多啊？可以等我。还要再发好。OK，这样好开心。好累。可以。馋死了。李老师把那个全马上就好了。
是啊，没带水杯。这边是主要的煤气。这边就是有在喝咖啡什么的之类的吗？没有，你看我这样。那倒也是不行。还有睫毛这里啊，不是，眉毛高是吗？高比我的长。高你们找哦，看，好了，谢谢。这高是丹青老师的。洋洋，给你一个祖上荣耀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不要弄丢。然后你也去啊？我知道开始。是这个。哦。啊，那确实还蛮灵亮的啦。你去画谁呀？演员没看到？你是演员啊？对啊，看到没？你演什么啊？演亚运，不是，我想知道你里面参演什么，我很好奇。演人呀。蚕，那里有个。蚕。你看呀，你那里。哎呀，一大现在有点头痛。虚弱，虚弱。对，陈局，你们早点去把头套拿过来，陈局。头套？早点找。在哪？在那个房间。对，因为我到现场之前我还改装干嘛的？这个。我都这么看了一下，你就知道啦。不用看就知道。对呀、真的好夸张啊你！我跟黄老师说鸡飞蛋打。过两天完全砸死。完蛋了。我们陈天华老师也是这样子。当时你们审美绝对是最那个。哦。你们绝对会是互相成就。哦。我发现我们现在也可以成就的，你放心吧。那绝对是他那个人照进在你的扶持之下，那个不得了。我知道，我下去了。
扶持啊！就是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审美，这个头套上有拉着点有脸。眉毛吧，不是不是美丽，是审美。真的，因为你的，在你的那个笑上，在你的那个扶持之下，他的绝对以后人物造型哟不得了。然后不是我们在拍那个戏嘛，然后开玩笑，对，我是给空气，笑死！像不像黄老师？很像。小宝啊，什么事儿啊？真的。给我笑累了。一堆空腔。我想起黄一婷老师讲起来就，老把他们演员搞疯了，才去找点那个口唱腔。这样，他唱，所有人都拍着嘴巴张开。我说哇，这个好像什么事很习惯了。然后铁工有没有下过？铁工。就是。大概还要多久吗？10分钟。那我包头。我觉得的话，你可以把头拿过来。你就跟这个东西弄起来。陈老师，陈老师今天给东东发信息说，哎，他们是不是在干？东东说没有，陈老师。他对方说是空调绝对识别你的吧。哎，小龙，刚才睫毛刷了吗？刷了。刷了吗？刷了。哎呀，你真的是睡太晚了。刷了吗？刷了。我给你拔开。刷吧。刷了，你看一眼，你看一眼。你真的不能再玩去了，吃面也要少吃。对他们容易吃傻掉，他们说。对，真的容易吃傻掉。那不睡也要傻掉，吃也要傻掉，你
那还是吃得好，宁可先睡掉。这个下面我那时候连吃了好久，然后我感觉这开眼这个脑子都不对了，我感觉被人治胖了，就每天都这样子，睡着睡着，醒过来之后就。然后你把我口红放哪了？没有化掉。没事好了。你不要太干了嘛，你要不吃中药？只有这个。你那个高级的亮亮的弄一点嘛。现在夏天哎。不行，我不行，不然演到你每次卸妆。那我没你包里有没有？你我我今天可能还真的带了。现在有点像李云霄了，他们说。哪有？咦？舍不得对自己的头下狠手。好恶心啊！马上就换了。咦？啊，我今天画的好凉啊。巨蟹的小女孩，是吧？乱说。至少没见过2次。是我吗？问还是？叫什么？没有。那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在拍我吗？这什么戏啊？全国里啊。好，我让开。什么？眼昏昏还是腿昏昏是哪里的？泪淋淋，泪要擦过。这两个人有。但是我的腿昏昏是哪里的呢？不是钱塘里的。昏沉沉是何文秀里的。不是，泪昏昏也是哪里？泪昏昏，心慌慌，我什么什么，我吃啥？哦。好红啊！然后我给他改了一下，眼昏昏的要砸破。王老师可以拍吗？可以啊。有道理。我看看。嗯。我今天画的特别不像你。对呀、我自己就说你的眼睛画，我说感觉不太像。不像你。主要是眼睛跟平时不一样。但还是戏剧的味道，还是戏剧演员的味道。吃嘛东西了。
最后面的上带着。嗯，就到服装间那个地方，不要到这边来。我看这里那个隐形也得盖着，怕它花上去。真的美，审美真的是与生俱来的。那是他的知识。拍着呢。能力。谢谢你老师。谢谢你。笑死了。这会儿做再打塞。哦。我去拿个皮筋。这怎么办啊？哇！不要流眼泪，不要流眼泪。打哈欠打的流眼泪。有点花了。啦啦啦啦嘿嘿啦啦啦啦啦哈哈！这快开实验课了，好困。发际线。晚上是我跟你2场的，3场是干嘛？3场4场。你们俩太默契了吧？不是，我刚刚跟他说啊，就是3场4场的衣服啊。啊。今天就是杨真推荐给你抢。哦。哪个弄头哪个？你有没有这个的？我没有的。真好。我有别的呀。要是我对发都是个并不是件很好的事情。关键你还不得不拒绝，啊，你还不能拒绝，而且说起来，人家跟你说这是个公众要组的事情啊，好像也能算。这话是现在跟我说的公众要组，是的呀，他命令我公众要组。是的呀。快！哦。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干什么用的？
果然要拼劳模去啊！这么早头套戴好，你都还没戴。我不要学不了，我。是手，瘦多了。这个一贴我就觉得自己瘦好多。原来还能圆一点，现在又不圆了，我感觉。行，还能撑撑。快撑不住了。感觉什么十全大补丸吃一袋有点虚。我觉得带2包就行了。不用洗去接，直接泡起。谢谢。这边都没捏。一挺亮的。够用吗？你要玫瑰吗？够了吧？膝盖比较脆弱。确实。够过一个烂字不行。就我平常打那个打这个。不能越看我，为什么？都没捏到耶。哎，真的，是不是？上次那谁啊，他配的那个心仪，就他拍照跟他比心，然后他打得很白。我真是哎呀，本来就不会被他打白。那不是白，不会的，扑克粉就好了，我每次都打。这差的有点大。眼睛上的时候打得很白。呀，你有特点。昨天打，我们这边打。我是之前。凤梨好吃的，什么凤梨啊？这个。还有半个小时啊。还要搞吗？来了，是吧？想敷个粉是吧？哦，还有专门的护洗，那你自己敷的。这玩意有点细，是吧？然后它就不会容易滑是吧？因为只有手背啊，没有手心。刀里面也有电脑，是吗？额头的还没贴吧？色差切出有用吗？笑了又觉得累。你得备点什么人参啊什么的，但是不行了，赶紧喝一点一下。
好痛这个，稍微调一下好不好？这个刚好在这个耳骨这里。这个辫子要不要再编下来一点？因为后面那场不是要这样的，第3场要这样子。数字来的？不知道。再看一下。黄明，你不是什么呀？弟弟，你怎么了？弟弟，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中见到弟弟的官府衙门好大好大，奇怪，好高好高。弟弟，你说我这位的梦想能成真吗？不能。练起来那么嫩的。我练起来这么嫩的。是的呀。练起来确实有。真的很嫩。太嫩了。弟弟，你说我这位的梦想能成真吗？不能。那你们俩商量好了。我已经虚脱了。哎呦，这个标。哎呦，这个第2场要绑一个这个。用皮带现在掉不下来的。就把刘海绑了。再把数字去找啊！戴上我的头，戴上我的头。呀，啥呀？还没掉呢。那你拿胶带纸呢？在哪里呢？哇，在这里。我自己来。那个就是第1场的换场的时候，那我给你。你在我口袋里。还有一个我刚看的。等你们换头套，等会你们几个抢头套，3个全部在那个在服装间那边啊。好。啊，不用下来了。那个大头发也在那边。对，就在那边啊。
发胶拿了一下。在哪里呀？在崔姐的房间。元宵，你把刘海的夹板拿来一下。就那个橘色的那个。擦一下。哎呦，这个东西有点松哎。不会掉不了的。你这梳子放得住吗？放。我现在梳子，我现在都是插在这个上面。可以。那要不我先去换那个。好，你先换吧。带换。
给他半天讲了一个寂寞都没开起来，够了，够了，我卷起来都摊上了，卷摊。我抢。给杨老师。好嘞。那么来这抢。你现在一个没事就上场了，反正等就是。还要改一下桌。玩家。在侧面。来。最侧面坐到了边上。中间跟大家不会让我。因为有观众买票嘛。没掉。来。要掉吗？掉了一点点，不然是挂的。
我今天画的你也可以贴起来了。对啊，我今天画的有点像小女孩。没有。真的杨吗？老师，没嘛戏了对。什么时候到我的时间段？来把它瞪好。那我去穿衣服。啊。那等会儿我长大了你帮我改吗？对，把你弄好。那我下来就直接过来，我卸完头我就直接过来。可以的，小孩子可以。不是，我说我逃犯的那一场。嗯。那场要改吗？还是在那个？逃犯那场，到官生再改。官生有点抢哦。是吧？对，怕来不及。每次高完都很赶的。那你。2场下来，你3场。逃犯不抢是吧？逃犯不抢。逃犯那场，完了之后，对，那场还久的，那场久一点。要不然那个戴完头会先把眉毛跟眼睛改掉。好。有那红布子刺雨滴答。这个到时候你带一个在边上吧，它这里到时候是希望你芬芳多丝。这里有点白白。不用心。但愿这发亮分明，一方哎，对不起，你手上擦一下啊。应该还好吧？好了，可以了。好了，我也关掉了，演出快开始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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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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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